歡迎轉到現場，今日好空比報報本大家第一咧，就係國立台灣戲劇學院吼客家戲腔內帶來嘅畢業公演咯。一下我來紹介本大家其中嘅一出咧，就係明妃，就所謂明妃就佇個現場吼。人家有講到吼，呀明妃有2隻角色嘅吼，有2隻佇個來做呀戲。不過一開始家下有紹介過唔係行人咩，來做呀客家戲嘅部分呀4年來吼，人家還沒有講。做得學到另外一種語言啊，家下有談到嘅意義吼，真正有親切家親愛的人吼來講當道嘅合法。你知道呀，合法對人來創戲，還係對啲嘅交通係有動態嘅進步嘅吼。多少都有。不過創吼老講係唔係真正冇通用？啲嘅創嘅時間，一開始用嘅來配咯。我就要用注音符號標記，對，然後或者是去找老師錄音，然後回去一直聽這樣子。嗰種唔嘅學生嘅，唔嘅同學啲都沒有當到人唔係行人嘅，有一般都唔係行人，一般以上，一般較假就唔係行人。那我們班啊，啊，啲學嘅時間大家就強用，因為有曲調嘛，吼，啲停定人嘅曲調嘅過程啲都係較好來記係冇，用衝嘅時間。用衝起來，冇嘅話就衝嘅講法就要較愛想一下。唔過用衝嘅話用配起來，唔過衝按嚟用配嘅話，吼，第一現場啊，你係唔記得台詞嘅話用假實，就會自己在想另外的詞，因為故事大綱是差不多的，就自己馬上靈機。唔過你想過配啲詞嘅話，可能係唔冇配到嘅呢。像預生的話，你自家係行人咩？你想到配啲嘅話，你自家做得改咩？係冇？做得改。係啊，係做得改啊！一樣㗎啥？一開始嘅時間冇辦法改啊，唔該改從中文咯。沒有，我給對手就給我接下去，接下去繼續演。嗰時候聽錯嘅默契就錯嘅，人家就唔但唱係啲太細嘅時間，就係一下爭有這個做戲，係啲一開始有基本功，係啲高中嘅時間就開始啲訓練嘅。國中哦，嗰時候喺國中、高中到大學，啊大學其實就開始啲做戲嘅係嘛，啲我輩啊演出啊嘛嘅，從合就有做過戲安尼。唔講人家擺嘅畢業公演對人兩啥來講，因為人兩啥係一個畢業生嘅吼，來做起來留頭擺啊，還係就係一下啲嘅做動作嘅，像上禮拜尾有啲嘅小幾個嘅，就係用戲劇團咧背叛嘅時間尾有小幾多，人家就對呀做拍啲戲留一擺嘅畢業公演，對人家就有蠻無同樣嘅意義冇。唔因為做唔好就做唔得畢業冇，冇安尼壓力啦吼。嗰時候有蠻無同樣嘅意義冇，對於預生來講。就學去學4年咧，最後一出，當然會親力唔講，嗱上聽眾唔係最好，親民一百啲學教啦。哦，啲學教係冇。學習期間。係啊。嗰時候對人嘅意義咪親上嘅老記做好就錯嘅。係。因為我禮拜要做去免費，我係做個排練助理。故所當多事情我就會幹。助理嘅部分係講係去幹當多嘅行程嘅部分係冇，係去請人來啊排練嘅時間啊嘛個。故所我就知道會製作一出戲多麼簡單。嗰個一百嘅畢業公演係真正做清楚嘅，就係劇本啊，還有改編，係線上來天數以外，你做清愛對頭到尾，就係人家條學生嘅來做係冇。係我天天線上來做。唔係天天學長姐有天數嘅冇。學長姐係另外一出喺佢來幫忙。因為嚴啦。唔講學藝知道咁奇怪，一開始學藝啲時代下嘅時節學沒有問過，係啊人係動到係冇，冇一番用嘅上嘅來做兩出咯。因為一開始就有老太家講學明妃係其中嘅一出，係用另外一妃咧啊，係用另外一出咧，定係有小俾唔太假。嗰個一百係會有兩出嘅戲劇來做人家條嘅畢業嘅公演就錯嘅。人家還有講人啦，啊人啦就做一出就好嘅啊，做乜可以做到2出咯？因為假日有6日啊。也唔係理由吧？你就做一出就好，拜6來做就好嘅啊。6日做強出按用唔好啊。
唔过我吃到含迄希望有动到人就做在做梦腔的角色啦。对啦，像也着含迄有动到的同学，虽然伫亚出迄做伫幕前做咧表演者，没有伫人个一出可能就会变幕后啊，天数动到的工作人员听说动到吼。有啊，像我同学，上班的就从国中开始就转于幕后做作散的。哦，迄因为操唔好的嘛。因为伊输送啦，做唔得练功的。哇，就真紧转到幕后，所以你们这还是有一定的寿命吼。我真紧个家庭也下动后上总得好好来，轻量做啦吼，也下个年头就系安尼。不过刚才有讲到啊，吼，也着来做戏啊，来学戏啦，迄对国中、高中都太好。唐讲预生含拉，而也下还会继续来做，来继续来talk就错嘅系冇？系啊，因为我做戏也爱晓得讲戏，教人爱戏爱用来做，然后爱研究嘅历史，还有表演嘅方法。迄对亚动有兴趣就错嘅。嘿，也还没考到诶，含迄含盲考。考到哎，考到诶嘛，懂好啊，也意义咧，你知道咧，因为也下太细诶咩吼，毕业公演就毕业嘅咩，按毕业过后咧，有想讲爱做嘛干么，含迄继续做戏。我会想要继续在客家戏曲这边发展，然后也在平日的时候想要去尝试看看舞台剧啊，或者是学生制片为电影那种。不一样的舞台表演，对。不过也4年来吼，你听说做过动到的木腔的角色嘛吼，像发明风也看到的，也咩迄有带妆就错嘅，懂得你下个用的。你知道也4年来吼，你做过哪一条的角色吼，迄印象哈特别深的冇？因为小时候都是演那种花旦的角色，比较活泼可爱的。对，然后因为个子小，个子矮，对，然后我后来就是因为老师给我一个机会，就让我尝试看老旦，然后也有娃娃声，对，老旦的话就可能要演到40、50岁以上的，对，甚至到60岁。嗰个也下发明风看到也算迄老旦吼，老旦的部分。对。不过你做老旦，你的表情啊，含迄懂得影响呢。对，因为这个是演比较皮肤懂厚，就是高3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演比较一个活泼的老旦，对，他是个性比较开朗的，对，所以才笑得那么开心。不过你这个会较好做呀老旦的部分，含迄就迄小旦的部分哦。一开始是小旦，然后后来因为演老旦过后，有一段遇到我的瓶颈，就是跳不起来了，活泼不起来了。对，然后后来那时候常常哭啊，因为不过老旦冇听说爱活泼咩，懂发跳。老旦唔系爱懂稳冲啊，系啊。对，因为后来演完高3那个比较活泼的老旦之后，剧团就有给我一些比较沉稳的老旦的戏。对，可是因为不是，就是有熬过那一段，然后后来熬过那一段之后，要演可爱俏皮的小花旦就有点困难。可是后来还好，老师也有就是指导我，然后让我转回来。对，这个转过来就错嘅，因为伫个像人家着伫个学戏的歌唱底度，迄唔迄先生要清亮，本人家着某个角色就做得显吃歌，啊，张个来显出较适合自家的角色。会先这样，就一开始都会先看你的外在的特质，对，比较矮的小朋友呢就会演花旦啊，比较高的就演青衣小姐那种角色。对。刚他讲的迄西妹啊，西奶的咧，西奶咩迄安尼系无，含迄尾马个就先做过100安尼。我就看马啥较尾冲就做文的啊，较尾打轻掉就做武的，像我就做文的。做文。像方面风看到的迄鱼系无，迄西奶吧吼。迄西来的，就迄鱼。去做牙醋，露牙醋。哦。去头发构图。唐讲吼，也牙醋的部分，咩唔系凊彩人就做得来做的呢？因为牙醋也部分，真正爱带本大家动到的份落的部分啦吼。唔系算喺牙醋底度的翘楚系冇？那还用欣赏。有冇讲做牙醋爱大家听错爱来注意呢？注意嘅表情爱较生动啊。不过有化妆呢，我用的来生动本大家看。就按用皱眉啊，迄目珠会动起来啊，个表情会
有时会装较可怜安样。你做咧做一类要本大家笑的阿厝的表情吗？阿厝会笑的表情。因为阿厝大家有上到就会吃到就会小丑妹，就是丑角的角色啦。听说会看到就会懂电影下啊，就是懂欢乐的用的安尼。有嘛个唔含咧爱创一团，怎有安尼迷途阿厝的部分，阿厝的部分哦。我带本大家欢乐啊，希望个表情爱做出来。那就做个法公子，那就演一团口语版。法公子忙年游，每日到处觅风流。东家行到西家转，南家行到北家流。家中上世全唔干，千花满流乐悠悠。花家流芳的串串在，我家公出来放朋友来，放朋友。哦，呀咋吼，就真紧迄表情较多诶。佮说阿厝真紧诶，佮表情啊，还有佮声音啊，冲老讲就无共用吼。系啊，还有个抑扬顿挫，较分明。不过也摆啲免费冇看到啦，吼。唔系。好，呀，青迷咧，最后吼，先请呀玉生吼来，大家讲一下呀免费喺哪时来表演俾大家睇咯。免费就喺啲6月7號暗晡頭7點半，喺國立台灣戲劇學院嘅木柵教期。嘿，哇！歡迎大家來看哦。嘿，哇！迄家條吼太師城吼，太師城吼，誒個平日公園咯，就係6月初7吼，暗晡吼，是暗晡時條咩？暗晡嘅7點半咯，就係啲家條學校地度哦。歡迎大家咧做得來欣賞一下免費哦。今日咧當歡喜，做得邀請到2位，楊子生，謝謝。好，等下聊一下咧，吼，還有哪一出嘅戲劇哦？戲劇吼，來報本大家啲哦，一下先來去看下。